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无鸭无龙，勿做家翁。伊的意思是讲，若要做人的大家官，上好是嫁做唱戏人，也是下狗，三不五时就吉空一下，安尼处理较袂吵家垃圾。戴口罩、加减拢有大家官甲新妇相处的问题。有影啦，老大人甲少年人有真侪想法无同的时阵，处理代志的方式嘛各样，一个无拄好，就会冤家娘债。这句俗语主要是用来安打做人大家官的。若是甲新妇意见袂合，毋通伤过认真，嘛莫一定爱争甲赢，安尼一家伙仔才会平静甲和乐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